香港失業率 3.7%， 真相與盲點。失業率只有 3.7%， 看似是一張人人有工返的亮麗成績表，然而街頭巷尾卻充斥着搵工難的怨聲。數字與現實的落差，令不少人懷疑這些官方統計究竟是真實反映，還是另一種粉飾太平。在恒大事件及審計醜聞的陰影下，公眾對數字的信任危機，甚至比失業本身更令人不安。然而，若要指控政府造假，則未免過於武斷。香港統計處的失業率計算遵循國際勞工組織標準，採用抽樣調查與季節性調整，方法透明且具一致性。3.7% 的數字與過去幾年的趨勢相符，並無明顯異常。失業率的定義是正在積極尋找工作而未能找到的人，因此並非所有就業困境都會反映在這個指標之中。數字本身並無造假，只是統計方法有其局限。問題在於灰心失業者的存在。假設香港有100萬人失業，苦苦尋覓2年仍未能找到工作，最後決定放棄求職。根據統計定義，他們不再屬於失業人口。於是便出現荒謬的情況，人人有工返，失業率可以是 3.7%， 人人無工返，失業率也可以是 3.7%。香港現在似乎正活在這種人人無工返卻依然低失業率的荒誕現實。因此，單一的失業率不足以全面呈現勞動市場的壓力。青年失業率長期維持在較高水平，就業不足率亦反映不少人只能依靠兼職或不穩定工種為生。這些結構性問題值得納入更完整的指標體系。香港是否需要另一個包括灰心失業者的失業率，來補足現有統計的不足，正是社會值得深思的方向。